大家好，歡迎嚟到大米講馬二台收睇專攻第一場。嚟緊嘅禮拜三6月10號，發活谷又有9場草地夜賽。頭場開跑時間照舊啊，晚上6點40分跑道呢，用最窄嘅私家3欄。場地預測咁啊，雖然天文台預報星期二都有啲雨落嘅，但係禮拜三呢係好天噶啦，應該咁，所以呢估計係正常好地嘅。如果真係馬會淋水淋少啲呢，有機會好地偏快，甚至好似快地都話唔埋啊。但係正常估算，由於都連續都落咗好幾日雨，同埋個雨勢都唔係特別太細嘅，咁所以呢都係正常好地會合理啲啊。嗰個場地咁啊，私家3欄一個正常嘅場地呢，應該都係擺前啲有着數噶啦。尤其是啲中短途賽事啊，1200米同埋1000米。至於啲中長距離1650米、1800米，有機會有得追下都未定，視乎場地係咪即係過於偏硬啦。如果過於偏硬咧，都係擺前着數嘅。去到季尾都係擺前着數啲，但係都要睇睇個場地形勢先。嚟緊嘅星期三第一場同埋第二場呢，就係啲中長距離賽事啦。咁啊，大家咧可以睇一睇第一二場有冇得追。如果第一二場都冇得追嘅，後邊嗰啲由第三場打後嘅短途賽事咧，都唔使諗噶啦，肯定係擺前同埋貼欄着數噶啦。咁大家可以就住咁樣嘅形勢咧去估算嘅。今期專攻第一場繼續擺喺大米二台度播出啊！咁大家如果真係未訂閱大米二台，有喜歡聽大米嘅分析咧，就一定要訂閱大米二台，因為我上嗰幾期都講過噶啦，會將多啲嘅心水推介片咧擺喺大米二台嘅。咁一台咧就會睇下情況啦。如果係大米二台出專攻第一場咧，主頻道我就會擺多攻一場嘅。如果真係睇到啲心水嘅話，就會擺好似啱啱嘅黃昏馬，即係我都打算做多攻一場嘅，但係因為個場地形勢咧真係估唔到咧，我最後雖然準備咗，都抽起咗冇即係錄到嘅，準備晒啲資料都冇錄到嘅。咁好在冇錄啫，錄咗咧都係唔得嘅。喺節目開始之前，一定要呼籲下大家訂閱大米講馬呢個台咧嘅節目，好多人睇，咁但係咧訂閱人數咧就仲未達到理想水平，所以如果支持大米，一定要訂閱大米講馬，同埋咧俾呢條片一個 like， 加埋咧分享呢條片出去 ，share 條片俾大家嘅朋友。咁啊，當然可以留言支持一下我嘅，咁啊俾啲心心啦、表情符號啦，或者笑面啦，都係對我一個好好嘅支持嚟嘅。所以咧，依家即係我出片嘅準則咧，就係有時間會出多啲啦，同埋如果真係睇唔通、睇唔透嗰場賽事咧，我就傾向唔錄嘅。除咗專攻第一場啊，專攻第一場咧就係指定動作一定要拍噶啦，會員片都係一定要拍嘅，呢個冇辦法，一定要做嘅。如果唔做落去咧，YouTube 咧就會將即係嗰個推算法咧，即係佢將啲片推出去嗰個次數咧會突然之間減低好多嘅。咁所以咧，即使即係我有3個頻道啊，大米3台已經好耐冇拍片噶啦，都即係唔打算嚟緊，即係近期唔打算再繼續有啲咩動作。但係大米講馬主頻道同埋大米二台咧，我想 keep 住一路繼續出片嘅。大米3台咧就係一個後備頻道，可能暑假會出1、2條片 keep 住都未定啊。咁大家記住訂閱大米講馬主頻道同埋大米二台就可以收睇到咧大米講馬嘅分析噶啦。咁啊，今期專攻第一場咧，封面擺咗呢一位都嚟咗香港2季嘅練馬師啦，尤達榮。咁啊，近期個手風都幾順，同埋個成績咯喺季尾咧都慢慢提升翻多少。咁仲喺近期咧贏咗一場級制賽3級賽嘅獅子山錦標添，憑住光年魅力啊！咁賽後尤達榮都話喺香港贏一場分級賽真係難過喺澳洲咧贏一場1級賽嘅。咁當然啦，啲有實力有能力嘅馬都擺咗喺啲大馬房身上。新晉練馬師要挑戰呢啲大馬房，除非即係引入一啲非常之叻嘅賽區，如果唔係咧，都俾呢啲大馬房壟斷咗，同埋香港嘅級制賽
唔係好似澳洲咁多啊嘛，咁所以咧喺香港贏一場分級賽真係尤達榮話齋難過登天，但係佢都做得到啊，都證明呢位後生仔有啲料到。咁啊，除咗贏分級賽好難之外，其實要贏香港一場賽事都唔容易啊！你睇下謝俊偉，依家仲係15場頭馬未畢到業係嘛？咁所以咧，唔好話贏分級賽，贏一場5班賽事都有難度。咁究竟今期專攻第一場尤達榮可唔可以頭威頭勢，第一場幫手飲啖頭啖湯，贏一贏馬嚟個開門紅呢？一齊去片睇睇啦。好啦，咁啊，首先睇睇第一場係5班跑1800米中長距離賽事嗰個排位表，出馬滿額12隻，嚟到季尾時分啦，最低班次5班賽事仲要跑1800米呢啲中長距離賽事呢，12隻馬都係鬥爬噶啦，老老實實，尤其是喺5班嘅即係賽區啦。即係唔係4班落5班，係原有喺5班嗰隻馬，今季出賽又出得好多，體力都用得5566啦，最少啊，甚至係7788嘅啦，用到咁仲喺季尾喺度爬下，你話真係點爬法呢？真係呢一場賽事真係海軍鬥水兵之餘呢，仲係鬥爬嘅。咁但係啲低分嘅啲賽區咧，由於佢咩個輕磅咧，又可能會爬到翻嚟都未定。咁所以呢一場12隻馬咧，其實可以劃走嘅馬，我認為都唔多嘅。有幾隻馬都有啲舊馬概念嘅，即係譬如話9號打後啦，因為9號風雲而家27分，如果再減2分咧，就25分要淘汰噶啦。4歲啫喎，喂，丁冠豪你想搞乜嘢啊？4歲27分。仲要攞出嚟跑，如果真係冇乜把握，係咪會攞出嚟跑呢？1800米應該都可以掹得到，但係呢，佢又排咗12檔，真係都呢個馬房真係好難估啊！已經6月10號啦，剩翻1個月就馬季，仲攞出嚟跑，今場我減2分去到25分，咁啊喺個淘汰線底下，下一場如果又抽到個唔好嘅檔位，咁啊硬性淘汰喎，4歲喎呢隻馬，真係做馬主蝕到即係血本無歸，欲哭無淚啊！擺喺呢個馬房。咁另外後邊龍佑生啦、金德爾啦同埋童寶寶咧，如果真係再加唔到頭馬咧，就一定要退役噶啦，跑位置都冇用嘅。咁所以應該9號至12號鬥志係無疑問嘅，其他1號至8號咧，仲係喺28分或者以上咧，仲係喺安全線嘅，贏又好輸又好都冇問題。咁啊，今場咧揀馬個難度咧就係仲有一樣嘢，啲配搭咧都兜亂咗嘅。1號進城區不嬲以往跑得好咧，都係楊明倫啦。咁但係由於即係今次40分頂分呢個135磅頂磅咧，告東尼就揾咗黃寶嚟減7磅喎。但係黃寶嚟喺神貨就冇掂過呢隻馬嘅。之前嘅神貨功夫咧就鍾易禮去操嘅，但係鍾易禮咧跑呢隻馬麻麻地嘅。咁咧，鍾易禮就跑咗伍鵬子隻12號童寶寶。咁啊，楊明倫咧就跑咗頭先講咗咧，丁冠豪隻9號風雲。咁今場咧，潘頓就唔知點解冇馬跑咧。咁佢之前跑過噶，5號君智勝啦，同埋隻8號開心三多啦，同埋10號龍佑生啦，都跑過嘅。龍佑生啊做唔到榜啦，但係君智勝同埋開心三多都可以做到榜去跑嘅，應該練馬師唔俾佢跑啩，咁所以咧潘頓第一場咧係坐冷板凳嘅。咁究竟馬膽點揀法咧？封面講咗啦，揀咗尤達榮馬房啊。尤達榮馬房第一場有一隻係4班落5班嘅側身馬，4歲啫。呢一隻2號馬嘉樂寶區揾周俊樂騎減2磅，孭32磅。雖然孭磅重少少，但係咧應該不至於喺5班都贏唔到馬，應該呢隻馬4班都有運行嘅。尤達榮馬房2號嘉樂寶區呢隻馬咧，應該係同場裏邊最有前景嘅一隻馬。咁啊呢隻灰馬咧，應該即係遺傳咗母系比較多啲，母系嗰邊咧係匠心獨運啲中長距離馬，同埋咧傾向遲熟啲嘅馬。呢隻馬其實喺3歲已經嚟咗香港噶啦，咁嚟香港咧足操咗1年咧，先至開上戰陣嘅。喺今季
第一鋪跑田草千2係熱身嘅啫，肯定嫌短啲路程，同埋揾潘大偉嘅大偉哥騎嘅。咁啊跑到咧即係比較後嘅名次係可以理解嘅。咁但係之後熱咗身一鋪咧，連續跑咗2-3鋪咧，已經展現到走勢啦。跑啲中短途賽事，證明呢隻馬咧喺4班都一定夠嘅，只係等待個成熟進度跟得上咧就得啦。咁啊，播翻一場賽事俾大家睇咧，就係佢今季都算係季中時分啦。元旦日就係周俊樂騎嘅一場田草 B+2欄1600米賽事309場次。呢一場賽事由於家樂寶區抽咗個14檔大外檔咧，周俊樂一出閘咧就決定留到去包尾跑噶啦，慳腳程啊，沿途黐欄，但係咧都有少少脫節嘅。咁尾二嗰隻黃金騎士咧都俾佢前咗成個馬位嘅，沿途都咁啊，家樂寶區咧就大墮後噶。直路上邊咧兩隻馬一齊咧喺外欄殺上嚟，黃金騎士俾佢早發力嘅，咁但係咧最後咧兩匹馬咧距離只係半個馬位啫，即係話黃金騎士呢隻3班馬同家樂寶區呢一隻即係作賽經驗冇乜嘅當時候嘅馬咧，只係相距半個馬位喎。咁依家家樂寶區仲要落5班跑，你話幾有着數咧？贏馬嘅係1號安都，咁第二名開心宇宙，第3名黃金騎士，3隻馬咧都係4班頂3班嘅賽區嚟嘅。至於第5名嘅金匯千歲啦，第6名嘅森林之王同埋第7名嘅準輝煌咧，都係喺4班嘅中堅分子。咁所以家樂寶區呢一場賽績非常之唔錯。睇睇呢條片，睇下元旦日家樂寶區仲係比較生勾勾嘅，可以夠咁樣嘅走勢咧，係好唔錯噶啦。睇完片翻嚟再傾。暫時電流灰馬一隻家樂寶區嚟㗎，咁啊開始轉呢個香港體育學院灣啊，前面放嘅馬就手到再來啊，跟住喺第2位就進城區嚟㗎，內欄第3嘅森林之王榮耀掌聲，第4內欄第5銀火箭啊，外邊黃衫第6加州星紅，中間夾住仲有白衫白帽，第7位呢仲有金匯千歲，後多層內欄紅帽嗰匹係安道啊，出邊黃衫黑帽呢就開心宇宙啊，中檔尾5橙衫準輝煌啊，後邊4隻古惑大師最好玩，尾二紅衫呢就係黃金騎士啊，響後邊仍然係家樂寶區嚟㗎。好啦，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呢，前面放嘅馬匹呢都仲係手到再來嘅，中間上嚟有進城區啦，中檔森林之王啊已經出咗嚟先，涉內欄嗰邊有安道，馬林中間準輝煌撞嚟撞去，中檔白衫衝，仲有呢隻金匯千歲，開心宇宙大外檔黃金騎士啊，最後100零米安道埋邊透出，中間有開心宇宙家樂寶區，最出仲有黃金騎士，接近終點，安道贏出呢場賽事跑第2名，噏上噏落啊！好啦，咁啊睇完片翻嚟啦，咁呢隻灰馬仔咧嚟咗香港第4鋪啊，309場次，由熒幕底數上嚟啊，第4格已經越跑越好咯。大家見到喺個賽績上邊，第一鋪潘大偉熱身啦，第2鋪曾情上去跑田草1004啊，第2、第3鋪曾情上去跑田草1004，已經個名次10級以上噶啦。第10名、第8名、第6名，再增程上去跑1600更加合適嘅路程咧。啱啱嗰條片播跑第4，咁理應咧即係按照咁嘅進度跑落去咧，應該好快就可以上名同埋有頭馬見到啦。喺4班都應該咩輕磅，咁但係咧即係跑完頭先嗰場309場次之後，再跑360場次咧，再跑田草1600，周俊樂騎咧又跑個12名翻嚟啦。咁啊跑完呢場之後，可能即係隻馬咧有啲疲態，或者即係尤達榮覺得都唔心急啊，都試過呢隻馬係得嘅，慢慢嚟啦嚇。咁咧就將佢唞咗成接近3個月咧，先至再跑喎，都錫住隻馬喎。咁再跑2鋪咧，都係跑1600、1800嘅田草賽事咧，都跑得比較後嘅名次嘅。咁但係咧，再喺前一鋪咧701場次繼續跑變化場地嘅私家3欄田草1800米咧，又自然走勢啊，衝上嚟跑個第4名啊！咁呢隻馬咧就浮浮沉沉咁啊好啊，時好時壞咁，但係咧已經展現到咧喺4班有能力上名噶啦。咁啊跑完第4之後，平榜完唔知點解咁好心咧，減佢2分咧，上一鋪好明顯咧係匆匆再跑減分，想落5班嘅。
咁啊田雞騎都輸得近㗎，跑2000輸3個零馬位嘅，咁但係最後咧都求人得人啊，再減2分，依家可以落到嚟5班跑。咁5班咧，咁啊尤達榮即刻走過嚟幫佢跑谷草1800，換翻喺季初季中時分同佢跑得好嘅周俊樂嘅，再減2磅，立心向好啊！咁啊同場對手和和妥妥，最緊要今場排咗個靚檔1檔，黃金1檔。真係俾幾多錢都好難抽到呢個黃金1檔，加埋第一場有進城區啦，咁啊幸運福星啦，呢兩隻馬一定放頭噶啦。咁其他嗰啲金得意啊、風雲啊，都唔知會唔會加入埋一齊去放頭都未定嘅。咁所以呢，嘉樂寶區如果前邊有2-3隻馬放頭呢，應該好有機會呢擺到喺啲4-5位貼欄嘅第2、第3格嘅。咁如果有咁嘅形勢的話呢，今場賽事我諗嘉樂寶區呢，好有機會嚟香港打開勝利之門，亦都有多少分頭啊？估計希望係咁啦。馬膽博 WinPay 博呢隻側身未見底，前景最好嘅嘉樂寶區。好啦，咁啊馬膽揀咗啦。如果大家唔想博其他馬嘅，我覺得獨揀一隻博 WinPay 博2號嘉樂寶區都可以噶啦。咁但係如果大家想即係試下拖條 Q 呢，我都俾2隻配腳俾大家參考下。咁啊，正路配腳咧，其實係1號進城區嘅，但係呢隻馬咧就唔係咁容易發揮嘅。其實我覺得咧，揾翻終極禮騎就仲好添。終極禮都有2磅減啊，同埋終極禮都跑過呢隻馬啊嘛。咁呢隻馬都有啲神經質嘅，有陣時候真係唔係咁容易發揮。雖然終極禮跑過佢幾次都唔係跑得特別太好，但係呢隻馬過往跑得好嘅就係得楊明倫啫嘛，同埋之前湯普森都騎過跑得好嘅，但係都係時得時唔得啊嘛。咁咪終極禮跑咪仲有把握減2磅，即係黃寶嚟都係減多5磅啫。呢隻馬唔係咁容易跑嘅，個步速掌控都唔係太容易嘅，加埋今場又有馬同佢放頭啊嘛。雖然係自己有啫，無謂傑嗰隻6號幸運福星，咁但係潘明輝有陣時候都唔理噶嘛。如果真係2隻馬鬥燒咧，可能真係拉快咗步速咧，有利啲後上馬或者跟前首位嘅馬都未定嘅。咁所以今場咧，我都係揀一隻咧，有機會擺喺啲中間偏前位嘅靚檔1檔黐住條欄，咁啊沿途慳位嘅呢隻2號嘉樂寶區就係咁解啦。即係其中一個因素係咁解，揀咗2號。咁第二隻咧都係即係揀2隻配腳咧，都係揀呢個路程咧係有賽績同埋咧係有4班實力嘅馬。咁第一隻咧，我諗呢一隻都應該一定要揀。今場排個檔位都好啊，同埋俾翻贏馬拍檔田雞騎。配腳首選，我諗姚本輝馬房呢隻君智勝咧，應該都值得考慮嘅。雖然孭重磅，但係咧呢匹馬係喺4班贏馬賽績過上一季季尾時分。當然當時係孭輕磅啦。咁今次田雞騎孭個比較重嘅磅位，究竟得唔得咧？咁其實之前即係潘明輝騎都係輕磅騎師啦，喺4班跑咗650米，熒幕最底都見到啦。都唔輕磅嘅129磅都可以跑第3啊！咁依家落嚟5班對住呢隻對手，孭重幾磅啫，132磅，跑一個都幾擅長嘅路程，谷草1800啊！今季跑谷草1800賽績咧，比起谷草1650米好啊，可能年長咗都未定啊！咁啊，俾翻贏馬拍檔田雞騎見到啦，熒幕最底呢隻馬喺香港唯一一次贏馬咧，就係田泰安騎嘅，喺上季季尾贏谷草1650米 B 欄嘅4班賽事嘅，都係排咗個埋欄檔位2檔嘅。咁今次咧就抽到個4檔靚檔，呢匹馬跑1800咧就可以跟前首位跑法擺啲2、3位、3、4位嘅。今季跑得最好嗰2場谷草1800咧，都係採用呢個策略，擺喺啲233、3344咁。咁啊，一場係田雞騎，一場咧係潘明輝騎。喺熒幕都見到噶啦，依家就係最底嗰格，同埋由底數上第3格，咁都係4班嘅賽績喎。咁一落嚟5班咧，一定有着數。咁上一鋪突然之間走去跑泥地1650，同埋之前又跑谷草2200，好明顯係想減分落班再減分嘅啦。咁啊，真係俾佢做到呢樣嘢啊！咁今次一減夠分就報翻咧，今季跑得最好嘅路程谷草1800，揾翻田雞騎呢隻馬咧。就雙環紀錄就一籮籮噶啦，講真。咁啊，
腳患問題都好嚴重嘅，之前亦都戴過呼吸儀器，各方面問題都困擾佢好耐。但係近呢兩季喺阿輝哥訓練底下咧，又好似慢慢又搞得幾好喎，健康。咁既然嚟到季尾都仲可以頂住嚟出賽啦，咁啊跑翻佢今季最好嘅路程，揾翻贏馬拍檔跑咧，嗰個搏殺心意睇嚟都冇疑問嘅。但係唯一一樣疑問咧，就係唔知點解喺個配備上邊咧，今次又唔要嗰個交叉鼻箍，呢樣嘢係有啲問號啫。咁但係都唔理咁多噶啦，即係應該就無疑問嘅，即係照咁睇，應該就係無疑問嘅，因為呢隻馬都6歲噶啦，下季轉7歲，咁啊里程都唔太多噶啦，同埋咧都周身病弱嘅，出得嚟跑咧應該鬥志都好嘅。田雞希望跑得好啲啊！今場第一隻配腳先揀呢一隻，都有啲問號，但係咧應該都係4班班底嘅5號君子城。好啦，咁啊揀咗2隻4班班底嘅馬啦，2號同5號，再揀多一隻，當然1號進城區。如果大家覺得都可以拖嘅，佢擺前邊跑，有機會冇馬搞佢嘅，當然可以拖嘅呢一隻，但係我就冇拖到啊。可能1搭2係大2 Q 都未定啊，有機會都未定啊。咁啊，再揀多隻配腳，點揀法？係咪要揀啲鬥志無疑問嘅咧？即係都做狗餅嗰幾隻咧，9號至12號咧，大家都可以咁樣諗嘅。但係呢幾隻馬裏邊咧，睇落咧就龍佑生同埋童寶寶咧，好似比較好少少啊。10號同埋12號又但又排咗外檔，又係難搞啲。咁啊，不如揀呢隻啦，都接近狗餅邊緣噶啦。既然揀得田雞，咁啊揀埋佢老細貴福特福伯呢隻開心3多啦，8號馬。呢隻馬咧，其實點講好咧？唔係一隻擺前邊前置型嘅馬嚟嘅，但係唔知點解咧，上一次巴道係蓄意咧跑谷草2200咧係放頭跑噶。咁跑翻嚟，當然最嬲尾個400咧就企咗喺度啦。咁翻嚟跑咗第9名嘅，都係睇住個賽績表咧比較容易講啲。其實咧最近呢2場咧開心3多都係喺埋門咧落飛咧成為熱門嘅，尤其是上一鋪喺閘前呢啲票水咧倒水咁倒咧落到3.3倍，真係咧睇到大家目定口呆。但係跑翻嚟嗰個名次咧都令到大家目定口呆嘅。咁呢場賽事巴道一改佢以往未擺個前放頭跑法去跑咧，賽後報告竟然係完全冇問到呢樣嘢，仲係巴道主動報告咧話坐騎咧就喺領放底下搶口，不願意穩定走勢。咁啊，大家可以睇翻賽後報告係咁講啊，佢話坐騎喺下一次咧應該要縮程角逐咧就更加啱發揮喎。咁今次真係縮程落嚟跑1800喎，係咪鋪排喺今鋪去咧？咁啊，賽後咧呢匹開心3多上一次賽後就接受獸醫檢查啦，就冇發現任何異常之處啊。咁啊，競賽小組就認為咧，同近期相比咧，開心3多嘅表現令人失望咁啊。咁啊，必須要試習合格同埋通過獸醫檢驗之後咧，先至可以再次出賽。咁點解競賽董事小組唔問下開心3多點解即係由嚟咗香港咁耐都未試過擺前邊跑，突然之間上一次係巴道，大家睇翻個出閘啊，其實佢可以一出閘就定住隻馬咧，跟住隻黃金風速噶，佢冇做到啊！佢雙手係喐噶，同埋佢帶出嚟之後咧，繼續推咗一段咧，佢先至帶嚟咗之後咧，佢先至慢慢撳嘅。咁已經上晒口嘅，撳唔到啦。唔係隻馬搶口啊，係佢令到隻馬搶口啊！上一次騎師嘅跑法咧係好有問題嘅。咁我都見到有問題，咁冇理由阿福伯見唔到佢有問題噶。咁今場繼續俾翻巴道騎，即係話練馬師同埋馬主都認同佢上一次咁跑去輸啦。咁上一次輸完之後，應該就理應換嚟賠率，同埋今鋪咧應該就唔會擺前跑噶啦。呢隻馬即使喺告仔嘅時候贏泥地咧，都係留住嚟跑嘅，唔係放頭跑嘅，完全未試過放頭跑。大家見到啊，喺告東嚟嘅時候，贏波最低啊，贏泥地1800咧，都係要留住嚟跑嘅。咁啊，今季過咗嚟貴福特跑2鋪，跑3鋪啊，跑得接近咧，
除咗鋪泥地潘頓擺喺中間之外咧，其餘兩鋪跑草地、跑田草又好、跑谷草又好咧，都係留住嚟跑嘅。大家見到嘅喺賽績呢樣嘢呃唔到人嘅。咁所以呢隻馬咧一定係要留住嚟跑，個威力係比較大啲。咁今場又碰啱有前領馬，個步速應該會有啦。咁開心三多估計今場就留翻住嚟跑咯啩。騎師都話建議下一次宿情競逐咧就更加啱呢隻馬啊嘛。咁既然練馬師馬主都認同騎師嘅睇法，覺得佢上一次騎得冇問題，如果係有問題就換人啦，唔會繼續俾巴道騎啦。咁今場繼續俾巴道騎，即係話有機會撕回馬槍噶啦。咁所以咧諗下都係買翻呢隻開心三多啊！上一場董事都問冇即係追究佢個跑法有疑問都冇係嘛，就唔係問題馬啦。咁騎師主動解釋話今次宿情更加好，咁啊今場如果宿情贏出嚟，即係冇問題啦。咁所以咧最後我決定揀埋呢一隻同阿田雞息息相關，佢老細貴福特嘅8號開心三多。所以咧，最後就揀咗呢3隻啦。咁啊，馬膽之選必定係揀呢隻噶啦。質素應該前景同埋質素咧最好，幕後都好有耐心嘅。嚟咗香港1年先跑，咁咪都已經係白交咗接近季半嘅養馬費噶啦。應該理應咧係要季尾贏翻場交代，升翻上4班咧，下一季再嚟嘅。咁啊，馬膽先揀尤達榮馬房2號加羅寶區啊，排個黃金一檔，一定要把握機會啊。配腳方面，揀2隻，應該搭落隻2號都有啲分頭嘅，5號君志成同埋8號開心三多，2隻都係同田雞息息相關嘅。咁有機會田雞做就老細都未定噶嘛，係嘛？咁所以咧揀埋隻8號啦。上一次即係輸錢輸咁多，可能唔係輸老細錢嘅，但係應該理應咧今場都要表現好翻少少都先得噶嘛，係嘛？巴道希望巴道哥哥開工啦。咁啊，第一場介紹條1拖2，馬膽邊批搏2號，配腳咧就拖5號同埋8號。好啦，今日最後總結，專攻第一場搏飲頭啖湯，5班賽事中長距離海軍鬥水兵，加埋有啲馬咧嗰個搏殺心意都有啲問號嘅，老老實實，所以大家真係少住可怡情。我都係搏下嘅啫，希望搏到咁解。咁啊，除咗大米2台今期中出專攻第一場之外咧，喺主頻道大米講馬咧，應該有機會出多攻一場嘅。希望我跑到啊！如果跑到咧，就喺星期2聽日嘅挨晚時分咧，可能喺夜晚就出噶啦。大家留意住大米講馬啦。祝願大家星期3 9場賽事啊，都唔容易啊！即係去到季尾，希望都有所收穫。祝願大家都順順利利喺星期3晚贏多啲。下一次再會。拜拜！大家好，呢條片向大家介紹一下2024至25新馬季大米2台會員計劃嘅詳情。我好高興通知大家，經過大米同埋強國人商討之後呢，大米2台嘅會員計劃24至25馬季係維持會費不變，係唔增加會員費。大家如果有興趣加入大米2台嘅會員計劃，可以嚟到大米講馬2台嘅主頁面。咁啊，嚟到主頁面咧，就先撳咗訂閱掣，訂閱咗大米2台先。大家記住，訂閱之餘咧，係要選擇接收所有通知。咁啊，然後咧就撳一撳右手邊嗰個加入掣咧，就可以進入揀選會員級別啦。大米2台總共有6個會員級別，最低級別係新開設嘅開心馬友，100蚊一個月啫。開心馬友呢個等級係入門級別嚟嘅。每個月係可以睇到4次嘅會員版心水推介片，每個星期1次左右，一個月咧最少有4次嘅，喺熒幕底咧就會見到噶啦。咁啊，盡量保持每個月2次夜賽同埋2次日賽。有啲觀眾朋友或者會員朋友都唔係想每次都玩嘅，未必每一次會員版嘅心水都咁準啦，係嘛？咁所以咧呢一個開心馬友級別咧就好適合大家啦。入門想知道大米2台嘅會員版水準係點樣，想了解多啲，又想嘗試下，就可以加入呢一個100蚊嘅會員級別。會員月費係每30日交一次嘅月費制度，你交咗100蚊咧就可以睇30日
嘅會員片啦。如果你取消咗咧，都可以睇埋餘下日子嘅，亦都可以隨時取消。如果大家想睇晒所有嘅會員版心水推介片，想支持大米二台多一啲咧，就可以加入150蚊月費嘅好運馬友級別。除咗可以睇晒會員片之外，咁啊好運馬友呢個級別咧，如果入會累積滿24個月2年的話咧，亦都可以免費加入大米講馬嘅資深會員 WhatsApp 群組。150蚊嘅會員月費咧，係同上一個年度咧一樣嘅，冇加到收費嘅。咁啊，大家都係可以定期付款啦，每30日加一次月費，亦都可以隨時取消嘅。如果有興趣加入大米二台嘅好運馬友呢個級別，撳一撳藍色嗰個加入掣，就可以進入 YouTube 嗰個支付程序噶啦。喺 YouTube完成支付程序之後咧，就會正式成為會員，可以睇會員版嘅心水推介片啦。會員片嘅播出時間，夜馬就係賽馬日當日嘅下晝3點半鐘或者之前，日賽咧就係賽日嘅上晝10點半鐘或者之前嘅。大家喺呢個時間之前就會收到會員版嘅心水推介片。會員片嘅內容就係強國人會揀3場賽事，一隻係全日馬膽，另外2場咧揀一膽拖2腳。咁大米係會喺佢嗰2場精選場次裏邊再加多1隻配嘅增選，好似畫面一樣，會俾埋呢個心水推介總表咧俾會員朋友嘅。最後再次感謝大家支持大米二台嘅會員計劃，我哋喺會員片再見啦，拜拜。